区里头，我们有一个福气号是跳岛的一个小旅，可是没有直接到澎湖，你就必须仰仗，有时候到布袋去，有时候到高雄去搭邮轮才能直接到澎湖。未来这边弄完之后呢，那这个地方就会直接到澎湖去。我们这次的浮动码头的部分，包括游艇、渔船都可以直接来这边，就有效能的去做处理。过去的浮动码头状况比较不好，那大概只容纳40台，那这边可以容纳60台，又比较新颖。配合整个将军渔港的部分，我们这边也做一些规划。我们会希望把土地变更完之后，包括旅宿业可以进来，包括一些那个观光旅游业可以进来，那可以活络这个地方。所以从土地解编到渔港的整治，都是希望说将军港未来能够，不要只是封闭性的一个小渔村的渔港，变成一个大开大合观光性的渔港这样。因为去年的这个风灾导致我们原来这里有2座浮动码头就都被摧毁了，所以我们有去跟中央去争取经费，来做了3座这个码头。第一个是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些渔业的活动能够持续进行。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码头变成是它是浮动式的，所以它可以不受潮汐的影响，让我们渔民要上下这一些货物能够比较顺利。第三个是其实它整个的稳定性及它的抗浪性做比之前的码头更好，提供更安全，整个比较美观，这样子对于我们港区的环境改善也是有注意的。从将军港到澎湖的锁港是最近的海运距离，所以要到澎湖本岛或是澎湖的南方四岛，从将军港出发是一个最短航线的一个港口。一个交通船的开通，可以带来一些游客驻足在当地来做消费。以后规划就是夏季每天最少1个班次，冬季视海象状况行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大家知道这个浮动码头其实在有潮差的地方，浮动码头最好用。那我们将军渔港离澎湖啦，或离一些外岛，其实都非常方便。所以呢，我们很期待这个浮动码头将来能够再重新打造将军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景点，就像安平一样。非常感谢水利署这个水资源署南区分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补助了8400万，能够让这个浮动码头工程呢得以顺利。我们每年在将军港渔港这边有将军吼，但是除了将军吼之外，我们有更多地方观光活动即将展开，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将军，而且连城周边包括北门的真亚咖，还有包括将军的生命树，还有包括七股的西湖，这一连串都有非常多的景点值得你来。所以你只要来将军，那很多地方都是一连串的玩的休闲娱乐都非常方便，欢迎大家一起来将军渔港哦。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9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异样独有的事件，捍卫台南美食之都的名号，并且建立风扇。市长黄伟哲特别邀集食品相关工协会、餐饮、商权、甲通路业者共同签署无提供、无使用问题配合油品、甲加工制品的自主管理宣言。同时，佮首创安心标章，要互消费者一眼就会当分辨，安心来消费。位于中西区的国华街，就是台南传统小吃的一级战区。市府因应独有事件，为了让民众安心，确保有问题产品袂搁再流入市面，市长委托第2位陈天辉、卫生、经发等相关局处以及各个食品工协会、餐饮界、商权等业者代表响应，共同签署坚守全民食用安全、落实食品自主管理。希望伫政府严格把关，甲业者自主管理，让民众安心消费。台南小吃最多，很多人都会问：我来台南食物件有安全无？这个物件打出来就是甲大家讲，
来台南食物件都是安全。咱所有企户替你把关，替你做最好的防护，这才是最重要的。要求业者自律，然后承诺贴这个标章中间要承诺不使用这些问题油品。第二个，也要政府的他律、政府的抽查也会做，业者自律也要做，那政府的抽查也要做。总之就是要维护这个市民朋友们的食的安全。宣誓过后，市长一家人嘛走访国华相关的店家，协助因主动打起安心标章，让消费者之间得当分别店家无使用问题油品，提升民众的信心，嘛减少中货询问油品来源的困扰。大家知道说，我们不是用那个有致癌的沙拉油，对，我们是自己做的油。用我们自己买猪肉，有合格的猪肉来，然后自己去做处理的猪油。卫生局统计，一直到7月8号为止，台南市已经完成1270件食品相关场所的查核，累计回收受影响的毒品有1079公斤，并持续追踪问题油品，防止任何可能的食安空旁。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8月风台渐渐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对南部地区带来强降雨甲强降风。台南市政府特别召开8月风台警备会议，由市长黄伟哲亲身主持。为了确保雨水下水道袂塌掉的，更加出动下水道机器人，前往北区的干线执行巡检的作业，全力降低积水淹水的风险。红色外观的机器人头前配备镜头甲照明灯，清理超过150公尺的地下下水道，执行巡检作业，提前排除可能影响排水的物件。机器人无人机事实上是可以相当程度取代人力或是协助人力的。那在管线的这个巡检上也是。那要怎么样清除这些淤积的淤泥，也要靠机器人。所以呢，我想说，这样子大大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及他的人身安全。透过机器人代替人工进入高风险空间巡查，唔但保障第一线工作人员安全，也展现运用智慧科技提升风灾甲公共工程管理效能的成果。随着8位风台道逼近，台南市政府也召开风台会议，全面启动风信警备工作。这次8位有可能比坦白讲，从它的路径比起米克拉来讲更接近台湾。是原先是说不会登陆，现在有可能登陆。事前的防灾工作先做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这次能够平安度过老天的事情我们不能决定，人为的事情我们先要做好。受外围环流影响，可能对南部地区带来强降雨、强阵风。市长黄伟哲请市府团队加强戒备，全市511台移动式抽水摩打、67座抽水站以及1841座水闸门，拢完成全面巡检甲相关维护，也提醒民众量早准备应用措施，确保自身安全，降低灾害损失。台南新闻台采访报道。台南市的无形文化资产经过审议会通过，将米国秤制作的技术订入为文化资产保存技术，并且认定黄东山甲黄泰龙两位师傅是这项保存技术的保存者。目前台南市已经订入的传统工艺保存者有19位，文化资产保存技术的保存者有10位。加甜糯米浸煮了后，掺入汤浆，炭烧整理由内底秤棒组成的条状秤筒当中固定成型，米国秤就安尼完成了。宽度大约300公分到800公分，民间看做是连接天地的天条，是普渡祭典重要而且有象征意义的祭品。过去来说的话呢，米或者是糖都是外销品，而且也都是对于当时的常民生活来说，也都是奢侈品，所以未必是平常我们1年4季都吃得到这样子的东西。饮食习惯的改变足侪物件所以咱米国秤渐渐式微嘛，这量即嘛量较早
差不多1/4。台南市传统工艺甲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以及保存者审议会，通过米糕秤制作技术，订立做台南市文化资产保存技术。同时，普济店头前黄家甲安南区黄家是目前台南市有持续咧做米糕秤的家族，所以也认定黄东山甲黄泰龙两位师傅是技术保存者。他在整个一个制作过程中，他兼具了一个米食的一个制作技术，还有一些工艺、信仰、民俗等等相关方面的一些意义价值。米糕秤是台南府城上有代表性的祭祀贡品，制作过程唔那高工，而且兼具工艺、信仰以及民俗文化意涵。文资处希望借着技术保存，传传台南普渡文化甲民俗祭典的完整性。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财税局邀请考作画家杨文典，伫局内艺文走廊举办画展，并且担任台南市新奖免牌照税暖心大赛，透过艺术甲租税结合，展现市府推动友善甲便民服务的成果。为关怀弱势族群，打造友善共融的城市，台南市财税局配合下午，邀请到口足画家杨恩典。伫个该局的艺文走廊举办画展，这届展览以着意象万千为主题，展出杨恩典制作的花鸟，甲着彩画包包、木盘等生活艺术的创作。我觉得人，不只是要有自信，还要有能量，要把自己打理好。那么，很多人看到我第一个的感觉，会是一辈子的印象，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提升，不只是画作，我个人在包括内在的部分，所以我的画作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就是遇到很多的一些事情，那么心境也会跟着变化。我很高兴，上帝让我拥有一双眼睛，让我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美好。那透过我的画笔来描述这个世间的美好。现场副市长叶铁山嘛代表市长来出席开幕式。副市长表示，除了甘培杨老师用双脚来做画，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的生命故事，同时也佮担任台南市新奖免牌照税暖心大赛，宣导租税的优惠佮入便民的服务。针对停车证的申请，我们已经跟我们身障免税结合，成立一张申请书，所以在申请停车证的时候，就可以来申请这个身障的免税。那如果你本身是有驾照有车的，你都不用申请，我们就主动帮你办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真的身心障碍、行动不方便，我们也推动到府服务，就是我们可以到你家来帮你处理税务的问题，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财政部最近有放宽，就是身心障碍没有驾照的，他本来是两亲等内的亲属要同一户籍，那现在已经放宽变车籍跟户籍一样就可以，那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措施哈。目前这项展览对今日起到9月30日，伫个财税局2楼艺文走廊来展出，欢迎民众伫个洽公的同时，嘛用个欣赏口足画家杨恩典的创作，看伊如何用双脚来做画，感动人心的作品。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目前正是台南爱文山影的盛产期，市长黄伟特特别前往电视直播的现场，向全国的消费者推荐来自台南新鲜的爱文山影。结果3000公斤的爱文山影，伫个短时间内就全部卖了了。目前正是台南山影盛产的季节，
由着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精选品质优良的台南爱文山影，由着市长黄伟哲亲自将电视购物农场来直播，向着全国的消费者分享产地上新鲜、上优质的爱文山影。第一个是产销与生产，第二个品质很好，是第三个农药药检合格，对，第四个在东升农场，对，第五个特别品。是，市长真的把它全部归纳好，果然是哈佛毕业的。好，所以说这样子你还不买，真的是太可惜。市长在这里，而且我跟你讲哦，台风快到了，对，台风在赶快订，赶快这个宅配到你家，到时候台风过了，第一个可能下雨，甜度下降，对，第二个可能落果就没了，哦对。那怎么办？所以那时候就来不及了。为了让消费者更加亲自体验台南山影的多元魅力，直播的现场特别准备了新鲜的爱文山影，有芒果布丁、优格，还有情人果干等特色的产品。透过多样化的品尝方式，展现台南山影丰富的风味，甲着创意的食法。现场提供3000公斤的台南爱文山影。无到几分钟就全部销售一空，显示消费者对台南优质农产品的肯定甲的支持。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安南区公所为112年开始推动安南旧酱园的活动，来行销旅游甲在地美食。今年进一步出版《实在安南百位职人新册》，记录台港35位职人的故事。要让大家认识因守护传统美食的用心。实在安南百位职人这本新书，由台南大学张云书老师历时1年半深入调查，记录台江在地35位职人的故事，包括产地耕作、食材加工、传统餐饮等5大类。除了为台江的饮食物产与生活风土留下珍贵的记录，8号在许多明代贵宾的见证，也正式开书发表，希望成为可走读游历的体验书。这本书里头呢，其实收录的很多都是算是素人，可能过去的曝光度啊或知名度不是那么的高。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机会，把他们3代啊，甚至说就是几十年的那一种记忆啊，跟那一些饮食相关的一些理念呢，给分享出去。新书发表会在梅花里活动中心摆满职人们所带来的传统美味、伴手礼以及在地农渔产，宛如台江物产博览会和隐藏版美味全收录。除了透过新书带您走进职人现场，也凸显安南区人的勤奋朴实。我们35位职人代表我们台江的朴实认真跟踏实这样的精神的这些职人的故事，我们新书已经发表了。那我们除了这个新书的推广，要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安南区的人的特质以外，我们的美食美景，也希望更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产业，也能够让大家更知道。现场安庆国小也带来环保食农教具和这学期所栽种的小米以及编织品，和大家一起探索小米的生命故事。加上来自安南区各里里长、各大庙宇、机关学校、厂协会代表都共襄盛举，场面相当热烈。市府副秘书长徐建林也代表市长致赠水滴造型讲座，象征职人汗水涓滴汇聚成河。该书除了典藏在国家图书馆，也赠送给台南市各图书馆以外，全书内容也已经登载于安南区公所官网。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高雄高岭自然公园启用以后，成为不少民众假日休闲的好去处，也带动周边丁清湖风景区的人潮成长。不过游客增加，嘛互停车的空间无够用。高雄市政府最近就伫美江花园增设263个汽车停车位，希望改善假日找车位甲塞车的问题。
只要每逢假日，澄清湖和国岭公园的人潮就会相当多。那两处的停车场都是停得满。虽然市府收回场域过后，已经将原本的高尔夫练习场改辟为停车场，但是面对持续增加的人潮，不少民众还是认为停车空间还是常会不够用，尤其是遇到举办活动期间，想要找个停车位，往往都得花上不少时间。如果有节日有时候才很多。节日这边的停车场都满的。假日的时候就很塞啊，我们就是如果是汽车的话，你通常是塞到那边都是满的嘛。然后如果是机车的话，你现在看到这边空格也都是满的。那机车比较好进来，汽车大概要30-40分钟到1个小时，因为它这边停车位有限。为了改善停车问题，交通局近期在澄清湖的迷宫花园新增了263格的汽车停车位，加上原有的停车空间，目前园区内总计可以提供547格的汽车停车位。民众停车过后，可以透过步行走到松义路，直接往返国岭自然公园和澄清湖园区，让整体休息便利性大大提升。目前我们在澄清湖内，就是国岭旁边的澄清湖内，我们又多了2场的这个停车场，一场在比较靠近后门，那主要是后门的一个停车场，它就从后门进去右转就看到这个停车场了。那另外一场在迷宫花园的旁边，那总共可以增加263格的这个停车格位，也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它也距离国岭非常的近，所以这个民众如果在国岭那边没有位置的话，可以到澄清湖这边来做停放。那收费方式都跟澄清湖目前的收费方式一样。我觉得可以耶，但是可能也要看一下说他那边汽车过来之后，他那边距离国岭这边，因为国岭有好多个出入口。这样假日比较有地方停。目前我看停车啊，有时候那个节日有时候节日不是说礼拜6、礼拜天的，平常有节日假日。这边都还好，满的。除了新增停车空间之外，现场也可以看到人行天桥正在加紧赶工。未来完工过后，大澄清湖园区的动线可以往返更加安全便利。交通局提醒，前往国岭自然公园或是澄清湖休憩时，可以多加利用新辟停车场，不用再一路塞到国岭路口，让假日出游找车位也可以轻松一些。记者孙军高雄报道。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将伫7月13號到19號伫中央大學登場。這屆科展佮邀請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加入，將有阿帕奇佮烏鷹直升機會降落伫中央大學，規模算是歷屆上屆盛大。3、2、1，启動！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即将在7月13号到19号在中央大学登场，这也是睽违10年再度到桃园举办的全国盛会。日前市府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主题为科展66智慧桃园购，有超过2000名师生参与，以及450件的参展作品。不仅规模是历年最大，这次还邀请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加入。15号还会有阿帕奇跟黑鹰直升机降落中大，让学生跟民众近距离接触实体的国防科技。第66届的全国科展在7月13号开始，要在我们桃园中央大学举办1个礼拜。这次是我们桃园市的教育局，还有我们很多所学校，以龙潭国中为首的27所学校，出力来主办，还有再加上教育部，还有我们科学教育馆。那么这次的场地在中央大学，那么另外呢，协办的也有我们的陆军航空特战部，他们这次特别提供了黑鹰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在展览第3天7月15号早上8点会降落在我们中央大学的校园。另外还有我们的教育广播电台，也是我们协办单位。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今年迈入第66届，主题涵盖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环境永续跟 AI 技术等领域，展现学生观察力、创造力跟对国际研究趋势的敏锐度。桃园市府还特别规划7条参访路线，串联桃园在地特色跟科技教育资源，让师生不只是来参加竞赛，也能透过实际走访，认识桃园多元城市的特色跟科技发展基础。我们这次的展览规模也是历届来66届来最大的一次，参加的师生超过2000个人，一共有将近450件展品。我想这充分显示了说，科技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透过这次展览，也希望让大家看到，在生活里面
科技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规划了7个旅游，不是旅游，是参访的路线，在桃园里面，包括石门水库，包括中央大学很多跟这个科技相关的单位，还有就是今年是戈达德液态火箭升空100周年，所以也有一个特别的演讲，在中央大学请到孙维新教授，他是以前科学教育博物馆的馆长。我想今年的科学展绝对是精彩可期。7月13号到19号的第66届全国科展科学博览会活动全面开放，一般民众免费参与，诚挚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科学世界，开启探索之旅。除了自行开车前往，市府也在台铁中立站跟机场捷运 A21环北站设置免费接驳车，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这赖伟一团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
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